兩球，去啦。保護下專業嘅。啲人唔聽話就會有啲事件啦，好間開始好難追啦。哇！入波！哇！18啊！下邊咁啊，16號、14號、14號。唔係 ，OK。好嘢，會人添。錯，冇嘢。搞錯。幾好啊！咁大份數，試下啲中距離又冇人賣佢咧，絕對中距離都可以賺。好似係邊個啊？邊個啊？大輝都好中意中距離係嘛？係啊，可以真係食。佢尋日有好多分啊！double 喺籃底無敵，對方後晒喎，好鬼勁。仲有啲位係掃嗰隻手先至俾佢入去，有啲唔好推嘅。你真係可以左邊右球，即係又冇行咁樣咯。我放緊呢球，話想左又想左，右又有。呢啲係一條直線嘅。照響下，下次照響一下。好，佢舉手。出翻17號啦。執翻到啫。好難，艱難，得8%。買多條線啦，買多條是非線啦。有啲成咁中意做好人，2條是非線係必須嘅。好啊，一條線。真啊！先屋企好似見差到下喎。哇！識飛啊！唔緊要，係嗰啲啊呢啲嘅，小問題。係啦，睇完之後就做呢個手勢得啦。0號幾多飯？0號2飯。我用下低嗰個手勢。係啊。白色飯得啊，都得。暫停白色，白色暫停，黑色暫停。呢個係技術犯規，即係流球證啊、拍波發泄啊，技術犯規。
阿師吹好，阿師。呢個難㗎啦。呢個人生就係試過，即係肥仔自己會。咁呢下唔知點吹好咧？佢去得好順，但係掟住佢塊面。節奏有啲慘，節奏有啲掟中咗佢塊面。8秒。暫時都分亂，識打波咯。係啊，識打波係好衰啲。我覺得呢場波識打波係衰啲。下球，下球，下球。2分鐘。5號。8秒。要反。10號，係有10號，10號，哦，撐風。8秒，5秒，10秒，9、8、7、6。